Hello，大家好，我叫薄餅見人。今日呢，你哋睇到封面呢，就知道呢，我係教大家呢三個，除咗呢三個通行證呢，邊個最好呢？買邊個最好呢？同埋我會教埋你哋呢，玩得勁啲。咁如果你哋買通行證嘅話呢，如果真係好想買呢。第一呢個你除非你用你唔搭火車，呢個呢係一定唔可以嘅，對新手嚟講一定唔好買。由呢兩個呢係最大嘅重點啦，一個係散彈槍，一個係手槍啦。咁手槍呢，如果你有足夠嘅子彈呢，如果你射得準嘅話呢，我就建議你買手槍啦。如果你射得唔準嘅話呢，我就建議你買散彈槍啦。知唔知點解呢？因為呢手槍呢係可以射遠啲噶嘛。你射得唔準嘅話呢，咁好容易射歪咯。咁你買嚟都冇意思噶。你買手槍係為咗射嗰啲遠嗰啲噶嘛，或者射怪噶嘛。咁如果你散彈槍呢，你一行埋嚟，你就可以直接射佢啦。咁完全唔使用，完全唔使用瞄準咯。咁咯。咁呢，通常你哋呢，一開始呢係零彩券，乜都冇噶嘛，除非你課金啦嚇。咁我建議你一開始呢，就係揾一個唔知佢咩無論乜嘢，識玩嘅朋友，識規矩嘅朋友一齊玩。咁玩咗之後呢，咁你呢可能會有一個已經拎到15個彩券啦。如果你哋合作嘅話，咁呢，千祈唔好買道具啦。係咯，我建議你哋建議你哋買礦工。點解呢？因為呢，大家睇到啦，佢哋一開始呢有2嚿煤噶嘛，然後呢，佢就有一個頭盔啦。咁頭盔可以有得照嘅喎。然後十字鎬呢，係你對新手係最好嘅，因為你初期呢，除非你買通行證，同埋遇到警局啦，警局之前咁呢，你哋可以頭10公里呢，會有啲礦噶嘛。咁有金礦、白礦、嗰個銀礦同埋嗰個煤炭嗰個礦噶嘛。咁你呢，可以用十字鎬呢掘2下就得噶嘛。雖然大家都知啦，但係呢，你掘咗之後呢，就會有錢，你可以拎佢賣。咁賣咗之後呢，你就可以買槍同埋炭。咁我建議新手呢，頭10公里呢，除非你買咗通行證呢，同埋或者你遇到警局有槍有足夠子彈嘅話呢，我建議你係唔好去村莊咯，頭10公里。咁之後呢，如果你哋驚嘅話呢，你哋可以喺嗰個西方，嗰個安全區呢，留1日，去到一到最新1晚呢，就可以直接去，就直接走啦。係遇到警局啊，或者醫生嗰啲呢，我就建議你哋停低啦。因為呢，佢哋除咗有繃帶、蛇油啊、槍嗰啲呢，嗰啲都係新手最需要用嗰種物資啦。咁如果你係有足夠炭嘅話，我可以除咗警局同埋醫療包同埋槍店之外呢，咁呢，你哋同埋嗰個炭屋呢，咁呢，我建議你可以直接去村莊。咁點解要可以直接去村莊呢？咁呢，第一你唔可以浪費晒，浪費你去其他屋一定會有其他喪屍噶嘛。咁你浪費子彈，你到時去村莊呢，肯定就冇冇晒子彈咯。如果你去到村莊，你打到一半呢，冇子彈呢，就係一定唔好嘅。你冇晒子彈呢，你只可以用十字鎬啦。咁十字鎬佢而家喪屍識爬牆噶嘛，
即係如果你如果你遇到3個銀行嗰個村莊咧，即係建議你每個銀行都盡量清空佢，跟住去到嗰個安全區咧就直接賣咗佢。咁咧，如果你哋要做任務咧，即係我建議你第一咧，應該係要做拎咗1000蚊先嘅，因為1000蚊咧，嗱1000蚊咧你就可以買好多嘢。我建議你係買步槍啦，咁步槍係最好嘅選擇啊嘛，因為佢可以即係雖然而家更新咗咧，即係遠啲就冇咁痛啦，但係咧你都可以即係可以瞄得即係傷害痛啲，可以射得中啲咯。建議去到150或者152上或者200以上啦，就係做即係買埋10種蛇油。如果你 solo 咧係為咗做任務嘅，仲可以完成遊戲不讓玩家死亡，有啲錢嘅。我建議你哋係全部買煤炭，即係直接keep咗即係直接去到80公里，唔好打其他。即係你見到實驗室啊，即係唔好整嗰個特斯拉同埋城堡啊、軍營啊、礦坑咧嗰啲咧，盡量唔好去，因為咧你係要做任務噶嘛。由呢度咧，即係冇乜任務俾你哋做啊嘛。如果你去打嘅話，除咗呢個200喪屍咧，我建議咧係你同你啲朋友咧先好打。咁如果你哋我順帶一提就小心有炸彈喪屍啦。不過而家咧牛仔即係嗰啲暴徒咧，佢哋應該會同喪屍打交嘅，所以冇咁容易咧會發現即係如果炸彈喪屍嚟炸啊。咁咧你過咗橋啊嘛，你過咗橋之後咧，你一定咧可能會超過100個賽券。應該最少有90幾個喎，即係唔好買鐵板，因為佢太貴啦。但係佢係好用嘅，吸血鬼都唔好買，吸血鬼佢係陽光啊嘛。咁喪屍更加唔好買，喪屍冇乜用嘅。咁神父咧免受雷擊啊，但係即係行雷天冇咁容易打到玩家咯。我建議咧，如果你係即係 solo 嘅話咧，用牛仔係啦，因為咧要用牛仔咧，你就可以搭乘嗰個小馬快車。你哋亦都可以用生存者、狼人嘅。咁生存者同狼人咧，但係呢兩個角色咧較為可以一齊玩，比較好玩啲。但係司機咧就通常都係冇乜用嘅，因為只可以加快火車速度啫。咁買呢3隻角色咯。今日就介紹咁多住先啦，希望呢集咧可以幫助到唔同嘅玩家、唔同嘅新手啦。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